有外国媒体指出，美国商务部打算未来取消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等等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制造商伫咧中国使用美国技术，而且设备出口唔免逐摆拢来申请许可的权利。业界就伫烦恼讲这项政策有可能会互美中贸易关系是愈来愈紧张。 台湾电子业技术领先，半导体大工大厂台积电也伫全球几个所在设厂，同时伫中国设有南京12寸晶圆厂、甲上海8寸晶圆厂两大厂区。也毋过，20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将严禁撤销全球较大半导体的厂商伫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合约权。 台积电在中国大陆有南京厂跟上海张江2座厂，合计的话，大概对于台积电的营收大概会有4到5个百分点的影响。SK 海力士跟三星那就更不用讲，他们也有在中国大陆有记忆体的厂房。根据了解，南韩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甲台积电目前享有美国政府核发的 全面合并权，温存3间公司将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运送到中国的晶片厂商，无需要针对每一个摆设备出口单独申请许可证。即马美国希望取消合并权，也互看作是川普政府打击关键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的一环。中科技脱钩，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一个大的趋势。在中国自制的 EUV 的 机台的部分也有说法说，可能在2025年的3Q 就有机会执行的试产。不过，就伫这个月，美中两国才拄啊达成贸易协议，同意暂缓推出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即马可能出现变数，业者烦恼会对厂商伫中国的营运造成冲击，佮加大美中紧张关系。无论是记忆体或者是晶圆代工，一定都会含有美国的技术的成分。所以说，你要规避掉美国的技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北京官员强调，这个行动并不是新的贸易升级，而是为了让晶片设备许可制度甲中国对稀土 材料的管制机制是相同，不过后续影响也需要长期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